美軍食堂突然升級米其林，睇嚟係臨時抱佛腳，等班兵哥食飽好上路啊！最近呢幾日，中東美軍基地嘅士兵同埋戰艦上嘅士兵都開始提供超豪華餐食，令人情不自禁想起劉邦喺32歲做亭長嗰陣時，想嗰班奴隸嚟幫忙起義，事先就請大家飲飽食醉，跟住就揭竿起義。而特朗普又嚟複製呢一招，要打仗先要餵飽兵，食完呢餐龍蝦，聽日可能就要去沙漠食子彈伴風沙。好少人知道，美軍每個月都會從初級入伍士兵嘅津貼入邊扣除460蚊美金作為伙食費。呢一筆伙食費，無論士兵是否喺飯堂就餐，都要必須繳納。仲有住宿費都要士兵自己承擔。所以呢，今次呢個龍蝦大套餐加埋牛排大套餐都絕對唔係扮細蟹，亦都唔係叫大家食到肥嘟嘟翻屋企，阿媽都認唔出，純粹就係出征餐嘅傳統。9成9係要開片啦，網友都齊齊話食多啲啦，準備打仗，又話食完呢餐隨時失戀噶，仲話美軍係飽死好過餓死咯。根據外媒報道，美軍可能喺未來3日內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，因為特朗普已經批准咗攻擊計劃，就爭下達行動命令啫。連 GBU-57巨型鑽地彈都準備咗，主要目標就係徹底摧毀伊朗嘅核研發基地，最終迫使佢永久放棄核計劃。咁樣美國嘅爸爸以色列先可以繼續喺中東稱霸。伊朗咧係一個擁有9000幾萬人口嘅大國，再加埋盟友巴基斯坦、伊拉克等等國家嘅輔助，足夠令美軍不斷提供超豪華餐食，徹底陷入中東戰爭呢個泥潭。